單位整體設計方向注重舒適、純淨與實用。客廳以大量水平線條配合淺木色調，營造出開闊輕盈空間感覺。電視主牆以雲石紋鋪陳，搭配柔和燈帶，呈現簡潔而富質感嘅視覺效果。從客廳延伸至餐區，線條順暢自然，將整個客飯廳和諧連結。天花採用雙層燈槽，光線柔和不刺眼。而圓形餐桌結合精緻吊燈，令到日常用餐倍感舒適，同時亦保有優雅嘅待客氣氛。廚房採用 L 型佈局，雙窗引入充足光線並提供良好通風。木紋與深灰石面組合，內看沉穩。而浴室延續石材風格，附以暖光燈帶，呈現酒店級洗滌感覺。而書房就係全屋最寫意嘅地方，圓窗工作台面向海景，充沛嘅日光可以令到工作倍感舒心。主人房以柔和奶茶色調營造安穩休息氣氛，而晚間拉上窗簾嘅時候，更加可以營造一種置身高級酒店嘅舒適。而衣櫃就以霧面玻璃與金屬線條呈現出現代嘅質感。主人套房浴室係全屋最具放鬆感覺嘅私人領域，無論係大浴缸、石材牆面、嵌入式嘅收納空間，亦都營造出酒店式嘅享受。整個設計最迷人嘅地方，在於每個區域都係透過光影、物料同埋細節之間嘅平衡，營造出真正宜居舒適又內看嘅生活空間。